剪彩。祝福台南市永康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市地重劃工程順利竣工。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市地重劃工程，在112年3月開工，歷經2年半施工，現在正式完工啟用。市府表示，重劃區總開發面積大約4公頃，提供大體區土地1.363公頃，醫療專用區土地1.2公頃。以及公園、廣場、綠地、道路等1.4公頃的公共設施用地。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那麼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那麼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興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透過市地重劃，有效整合土地資源，公部門會當取得公園、活動中心以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基密醫療體系會當得到醫療專用區土地，落實醫照合一、醫養合一。對着地方民眾跟市民健康照護，攏帶來實際幫助。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因此呢，我們很感謝地政局同仁大家的努力，這完全是牽涉到這個工程經費以及這個將來土地利用地盡其力的一個非常雙贏的局面。定位工程在設計上秉持着人本甲永續理念，全面納入無障礙通用設計，打造友善都市環境。公園同時兼具地方的功能，兼具休閒甲風采功能的公共綠地空間。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